我係許羅業師傅，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西貢區嘅天后古廟同埋協天宮呢度啦。喺呢度繼續同大家探索下呢啲寺廟道觀嘅秘密。首先咧，我哋都會介紹下呢一個度嘅風水嘅情況。又記住啦，各位朋友，我哋去到任何一個寺廟道觀，去拜祭之前咧，一定要了解佢個風水。如果風水好嘅話咧，嚟呢度拜祭許願咧就非常之靚嘅。首先咧，我哋睇翻天后古廟同埋合天宮呢度嘅風水。我哋望翻前邊呢個朱雀咧係好開闊嘅。廟宇前邊咧本嚟係海灘嚟嘅，後尾咧因為填海發展咧，咁呢個廟宇咧就遠離咗呢個海岸線。但係咧，廟宇嘅正門嘅中軸線可以伸到咧，去到咧西貢海濱嗰邊嘅，面對呢個揚州，中間咧冇高樓阻擋，風水嘅線呢條風水線咧就非常之靚嘅。成個天后古廟同埋合天宮咧係坐西南向東北嘅，所以無論係8運、9運、1運、2運，總共呢80年咧，喺玄空飛星入邊嚟講咧，呢個坐向咧都好旺嘅。面向呢個西貢海，左邊咧以呢個大灣村、南丫村為青龍，右邊咧以呢個馬鞍山郊野公園為白虎。青龍咧又離我哋比較近，高啲；白虎咧離我哋比較遠，矮啲。前邊望向呢個西貢海，成個地理環境咧，將呢個天后古廟同埋合天宮咧包得好緊嘅，所以咧我哋去任何寺廟道觀又好，或者自己買屋開公司又好，都要識得少少風水。最起碼咧青龍白虎一定要抱得緊啲，朱雀位咧望得遠啲，仲有咧背後一定要有靠山。咁喺西貢區天后古廟及合天宮呢邊咧，完全都係非常之符合風水要求嘅，所以嚟呢度多啲拜神許願，乜都靚嘅。